潛能篇天府甲萬星。大家好，我係林麗老師，我係現代紫微斗數之光明斗嘅始創人。作為現代版嘅紫微斗數，係最啱呢個年代嘅命理分析，係最快、最準、最易學睇嘅。星曜說明咧係取錄自首場光明斗嘅免費講座，由劉子琪老師演說，認識紫微斗數星曜嘅意義及潛能代表。下一粒星曜咧就係天府星啦，係一粒甲萬星嚟嘅。呢粒星咧就係主收藏，所以記憶力咧不俗嘅，兼且咧擁有相當穩重嘅形象，但其實內心咧常有不少鬼主意嘅。另外天府星咧亦都係三粒財星之一啦，因為佢係甲萬星啊嘛。咁潛能代表咧就係保障嘅能力啦，咁代表人物咧就係我啦嚇，咁我記憶力咧的確係比同年齡嘅人好嘅，咁呢方面咧就未有明顯嘅退化住嚇，唔知係咪同我教書有關啦？咁我內心咧都有唔少嘅鬼主意㗎，咁上過我堂嘅學生咧應該會感受到㗎啦。咁至於形象穩重喺我生命當中點樣反映到咧？咁其實一直以嚟咧我都係擔任住穩定身邊人同埋事嘅角色嘅，譬如話幫老闆穩定公司嘅業務啦。幫林麗老師穩定呢套斗數啦，幫屋企人穩定老人家嘅起居飲食同埋健康狀況啦。咁至於保障能力又點樣喺我生命中反映得到呢？咁我未到50歲咧已經做到 FIRE 啦。知唔知咩叫 FIRE 咧？FIRE 係啦，FIRE 咧就係代表住 Financial Independence Retire Early。咁我就唔係完全 FIRE 嘅，未做到完全 FIRE 住嚇。我諗我呢一刻做到大概60%到啦。我唔係冇返工，而係有限度地返工。我可以按照自己方便嘅時間啊、地點啊去工作啦。我可以選擇唔使返朝9晚6嘅工作嚇，即係我唔需要每天咧營營役役咁嘅，因為我有幫自己做規劃啦，去建立保障嘅能力啊。咁除咗儲錢啊、制定穩定嘅收入之外咧，我亦都有發展一啲技能啊，同埋興趣啊咁樣嘅。咁而家咧，我可以按照自己中意嘅模式去工作啦。咁雖然收入咧就唔及以前多啊，但係我真心相信咧，錢唔使太多嘅嚇，夠用咧已經係好好啦。咁我終極目標咧就係想揾到自己嘅 Ikigai 喎。知唔知咩叫 Ikigai 咧？有冇聽過啊？係一個日本嘅 term 嚟嘅，用嚟形容活着嘅價值。咁如果放喺工作方面咧，就係代表你所做嘅事情嘅價值啦。咁當中咧係包含4個元素嘅，就係你做嘅嘢，第一要係你熱愛嘅，第二係你所擅長嘅，第三係呢個世界有需要嘅，而最後咧就係你能夠獲得報酬嘅，即係有人會俾錢買嘅。咁前2樣咧就比較容易做到嘅，即係你熱愛啲乜嘢或者你擅長做啲乜咧，你會知道噶嘛。或者你去 explore 下，你都會揾到噶嘛。咁後2樣咧就會比較難啲嘅，尤其是最後嗰樣要俾錢我話都係諗下先啊嚇。啱嘅唔係點樣做到 FIRE 咧嚇。不過咧，我會繼續努力追求自己嘅 Ikigai，去穩定自己，穩定身邊嘅人，包括我嘅學生。第2場免費講座將於4月13日星期日下午2點半喺觀塘法住機構舉行。講座係現場及 Zoom 同步嘅，大家可以瀏覽網址法住.org 查詢同埋報名。想改命增運呢，不要錯過認識光明斗，快啲報名啦！